再来看经济部长郭志辉讲望中共用中盘的绩效来卖建材，看敢当救汽车产业。也毋过说互中共工会是非常的不满。郭志辉早起是回应强调讲，伊是以团购原料的概念，望讲会当互中小企业省一寡成本。中共工会嘛强调讲应该爱先照顾员工甲股东，嘛无排除要来台北抗争。经济部长郭天辉拜出席产业座谈会时表示，会协助中共让利救汽车产业。这话一出引起外界讨论。中共集团企业工会不满指出，中共已经为国营变民营啊，所爱搁派政治责任照顾中下游，批评郭天辉无顾公司治理，乌扛中共，搁无吐骨头。而且现在又加上关税啦、餐费啊等等的因素啊，那中国已经吃不起这一种让利啦。以员工的立场来讲，当然是反对啊。公司的治理应该是经由董事会，可是他最近几次的发言都是不经过董事会，好像就是说命令中钢一定要这个样，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治理。郭志辉拜三出席活动的时澄清，所谓让利是其国内多数业者使用的原料来自中共，像劳斯协会等中小企业，虽然用量少，也毋过经数多，所以由金属加工中心提供技术辅导。佮协助同齐买同类的材料，就会当降低成本，创造中共甲中小企业的双赢。我们有100家，每一家都买3吨的材料，大概有300吨到400吨。那对中钢来讲，他们就可以给一个300吨到400吨的这样的一个中盘价格，它可以让利给这一些业者了，但是不破坏它的所谓的销售的这个架构。郭志辉政治部指出，安尼做唔会当替中共稳住客户，小公司会当享有更较优惠的绩效。同款数量的材料价差会当达到5%，也毋过工会又强调，任何让利方案拢爱优先照顾员工甲股东的权益。那经济部无顾公司治理，无排除会酒吧抗争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